好，主播一下，记者伫高雄六桂巷也为伫记者后背一条大路，做伫看到车来来去去哦。一条大路就可以团27甲线，一条大路是唯一条爱通过去六队在去天在行嘅路。故说无论係运送物资啊，也係救灾太水嘅人，就愛通過一條路。同時伫大路上，做伫看到有一個物資嘅補給站，也可能天時去睇暗暝，故所看到唔可以睇清楚。唔過下晝頭入邊補給站嘅人就有當多人來單位來聽數，來看人嘅採訪報道。當然，前一年本人救出來嘅民眾愛聽數目，也就自講媽媽實際方面嘅六桂巷嘅仔面，就算自家嘅田每半採水精辟，唔過其他條行嘅起出來聽數行較多是要聽數嘅人。呢陣就差唔多8點人過來啊，到暗暝啊7點。按照我上海來聽數咯。哎，大家用錢咩？我都上錢啊。誒，用錢都安尼都好啊。一單位喺新興村嘅物資補給站，去年時我去六桂在期清楚要嘅蔬菜之日，各項物資救難查處就愛對亞位出發，負責協調交通嘅總指揮就係亞嘅村民游水民。我哋用親心親力呢來協助六桂里呢，歡迎六桂里呢，可以我哋人外向送來嘅救治物品啊，嚇，3星飲食送來東西呢，我哋可以直接呢底下呢。來賺得多，有個仔面嘅數項啊！每一仔面呢，可以馬上接到有個愛用嘅東西啊！因為早上就傳出3檔堰石湖邊鐵外在過做太水，故所補給站嘅民眾東少3檔嘅屋卡兒，故所有到4年嘅查嘅，就上愛12批。那建議嚇，自家講冇事嘅人嚇，仍然嚟到盡量忙啲咪在起啦嚇，因為紅海到他個長久嘅時間啦。雖然無限多換流網絡，補給站嘅職工行啟動認真做好補給嘅工作，因為其他條地雖然太水打鐵嚟，其他條嘅田老家園，唔過打唔鐵，其他條對家鄉嘅熱忱。下個新聞彭景龍、總編齊飛定高雄報道。